卫生大会明仔起稿，台湾连续10年无收到邀请，民间团体甲咱官方办展览，让世界看到台湾的实力。台中有民众出门运动，煞伫咧路口，互半空中的烟筒线挂着暗棍，乌青老火。一个先生报案，指控各单位摕来摕去。台中一间旅行社雄雄宣布关门，真侪已经报名入钱的旅客行程受影响，旅行社暂时无回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7公司台语台 MC 我是苏眉。头起先来看台中一个查甫人出门运动，竟然是去互这吊伫咧半空中的烟筒线挂着暗棍，这下海暗棍拢规大片乌青老火。事后，这个先生去报案，指控各单位互相摕来摕去。即阵警方是表示讲，烟筒线已经碎拆落来。也若是新建工程处是表示讲，本地这是用来吊告示牌的，怀疑是有人去迫害。展现前露出阿妈棍的伤痕，抑有明显的乌青肿起来。三人想袂到，伊甲平常时共款出门夜走走到一半，竟然互路边的烟丝所好，互老火老弟紧急去病院挂急诊。当然是很生气的，因为当下我完全不能想到说为什么会有人在这种地方绑铁线，而且竟然刚好是在人脖子的高度，也就会让人想到那种说之前夺那个终结战，还是那种很恐怖的那种情况。生气这意外，互伊愈想愈生气。这代志发生的地点就伫台中文心路甲山西路交叉路口，沿市跑车路口顶条之间，因为管道差不多是大人阿妈棍的管道，加上迄时阵天色正暗，互伊无发现走过去的时阵，互烟丝所熬，佮差点伤着气管甲主动脉。了后，伊去甲报警处理，指控市府各单位送来送去，也去里长办公室တင်情。虽然烟丝已经拆掉，毋过里长依然伫现场有黄色封锁线，提醒民众注意。台中市府新建工程处回应，工程改造告示牌原本挂伫私人土地，附近点头设来监视器条顶悬，毋过最近排面已经无伫现场。厂商表示已有遭外力破坏情形，已报警协助查明，并派员巡查及清除现场可能残留铁丝，后续将持续追查原因及厘清相关责任。台中市警局回应，到场了保留相关证据，调监视器第一时间排除翻过现场的烟丝。毋过暗时走到一半，所获烟丝所好，也互民众气甲讲，伫台中暗时咧走是咧算命。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一间旅行社雄雄宣布关门，有真侪已经报名入钱的旅客行程受影响。屏保协会甲消保官是提醒即款旅客，就爱甲相关的文件传好交，申请赔偿。日本福冈有好食的料理、美丽风景，真侪台湾旅客爱去耍。有一位詹小姐，甲一间旅行社报名5天的福冈居家照行程，也无伫出发前10天，先接到旅行社业务通知讲无有进停业，唔知如何是好。3月中的时候就跟他们确定说我们要去，然后我们是5月26号要出发嘛，然后我是礼拜5的时候才临时收到威顺的业务跟我通知说威顺已经停业了。詹小姐讲，这个团是这间旅行社甲其他旅行社合并出团，旅客团费拢已经纳入。不过伊报名这间旅行社应该付予出团旅行社的钱拢无纳清，甚至团工停业。伊伫网络顶问，发现有10几个人拄着甲伊同款的情形。实际来讲，伫台中的总公司，因为是假日，其办公室的电铃甲卡电话拢无人用。大楼的保全讲，这间公司最近看起来拢正正常。那他们公司的运作都正常吗？人员出入正常吗？正常。正常哦，公司运作正常，人员目前。台中市消保官讲，即马消保系统还未收到正式的申诉案例，也会概率了解。屏保协会希望受害消费者，即马上重要的是保全证据甲相关的单据，依照正确的公道保障家己的权益。那可以将履行契约书还有代收转物收据把它收集好，那跟屏保协会来联系协调，然后未来呢来协助说开始用转团，还是来申请了履约保证保险的保险金的给付。消保官讲，除了屏保协会，受害旅客也当向行政及消保申诉系统提出申诉，用制度化要求赔偿的公道，尽可能减少家己权益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大会明仔载起稿，咱台湾是连续10天无收到邀请。
民间团体就组团伫咧日内瓦车头举办台湾加入 WHO 特展。另外，卫福部甲外交部也合作举办台湾智慧医疗健康产业展，展示台湾的实力。第79屆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做宣达团16日日内瓦车站办台湾加入 WHO 特展，让世界理解台湾愿意而且有能力贡献。希望世界卫生组织 WHO 应该让台湾参加全球卫生事务，无应该把台湾排除在外。During the pandemic, Taiwan did not only protect ourselves. We also continue to extend our support to the world, from masks, medical supplies, to sharing epidemic prevention experience and public health knowledge. 虽然台湾连续10年无被邀请参加 WHA， 不过希望有真侪国家甲组织继续替台湾发声。官方甲民间团体也会伫会议期间办几多场论坛甲展览活动，由卫福部长习仲良所带队的社会行动团甲跨党派立委组成的社会指导团，到日内瓦的第一站就参加特展的开幕活动。会有4场的论坛，那么分别是跟 digital health 这个数位健康那么有关系的，还有 hepatitis C 的根除发表，那么有 cancer 的防治的经验的分享。今年卫福部会甲外交部合作，伫日内瓦办台湾智慧医疗甲健康产业展，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伫咧智慧医疗甲领导援助的成果。世界卫生组织违背他创立的精神，就不遗漏任何人，遗漏了2300万人。林佳龙甲习仲良也去参加有帮卫生部长甲驻团常任代表的暗宴，创外交部长伫 WHA 期间去日内瓦的第一例。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访问中国行程结束，美方强调讲对台湾政策无改变。不过，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是认为讲台湾目前的局势真不利。Trump 也表态讲无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所以讲，前 AIT 的处长苏道文就认为讲 ，Trump 的言论代表美国的立场，无亲像过去遐尼含糊。全社会结束，各界聚焦美中双边关系要安怎变化，尤其对两岸影响。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对台政策无改变，不过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分析，习近平这摆成功攻心，已经互美方伫考虑台湾议题时不得不谨慎，代表台湾是伫不利的状态。川普他要的东西呢，都是要能够尽快兑现，然后很快可以跟美国老百姓推销，甚至影响11月的期中选举，所以都是很短线的。但是大陆呢，并不，他没有，习近平完全没有这个压力。结束北京之旅了后，川普针对第2批140亿美金对台军售款伊也承认，这是甲中国非常好的谈判条件，甚至希望两方维持现状，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佮提醒台湾，莫期待因为自身行动引起战争，美国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前 AIT 处长苏道文认为，川普做法已經偏離美國傳統嘅政策立場。His habit of trying to get something when he gives something. We know that Xi Jinping used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e most dire consequences if,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for Taiwan, if he didn't get what he wants. 所谓台独这2个字的意涵，其实是在指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好亲前又咧回应川普新兼民进党主席总统赖清德透过创党40周年系列活动，解说台独意涵。不过全社会结束，强军伫第站休2天了后，佮恢复对台复习地带视角。国防部公布，为16早起6点97，查到强机5隻、强艦7隻、公布船1隻，其中4隻佮車過海峽中線。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消息來看，英國倫敦16有2場大遊行，一邊是反移民示威，一邊是挺巴勒斯坦反種族主義。為了防止雙方起衝突，警方出動4000人錄控戒備。
16这场名叫做“团结王国”的游行，是基于的运动者汤米·罗宾森发动，抗议伤济移民进入英国，因批评伊斯兰文化加多元政策，正一日减弱因所认为的英国传统身份的价值。示威者对伦敦市中心火盆走向国会广场，警方估计有6万多人，现场大家举国旗、标语牌，顶头写把家己的国家摕回来，批评斯卡尔政府和问题恶化，有人也12架，讲基督信仰这是英国的核心价值。The demographic of this country is changing without us being asked about it. Most elections in recent times have been asking to stop the immigration, the illegal immigration into this country and the demographic change. 同一个时间，伫伦敦西区，另外一场立场完全无同款的示威，是纪念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时阵，大批巴勒斯坦人被漂流浪的灾难日。伊也宣扬反对法西斯、反种族主义。示威者担心英国甚至规欧洲极右败坏的思想愈来愈悬，以色列用武力迫害逃散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拢未被追究责任。Today is also Eurovision. I'm not a big supporter of it, but we should all be boycotting it this time because Israel is in it and they're committing a genocide. And Russia was kicked out in 2022. My message to the powers that be is stop supporting Israel, stop sending arms to Israel. 这场示威有几多千人来参加，甲反移民示威比起来规模加正小，不过依然有未当忽视的声音。这天竟是英格兰卡总杯决赛，伦敦警方动员4000位警力，出动无人机、直升机加警告警备维护安全，防止两边的示威人士接触。在这天总共逮捕43人，经济大致上是稳定，不过也看出英国社会之间的壁损是愈来愈深。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5月16日总决赛，是保加利亚的歌手摕到冠军，以色列连续2档摕到亚军。不过为着抵制以色列拍加塞，有5个国家唔愿参加比赛。保加利亚歌手达拉接下冠军杯，最近迈过。这是欧洲歌唱大赛70年来第一遍有保加利亚歌手摕冠军。比赛前无算热门的 Dara 用这条融合真侪保加利亚民俗传统曲目舞元素，结合电子 Tempo Bangarenda， 伫专业评审投票时阵就摕到领先，观众投票这部分也摕到真侪票，上尾也摕到冠军。第2名是发动加沙战争，拄到强大批评抵制以色列歌手诺姆贝坦。这首完美的抒情摇滚歌曲《Michelle》在观众投票这部分摕到超悬的人气，和以色列连续第2年摕到大赛亚军。第3甲第4名分别是罗马尼亚甲澳洲的歌手。决赛时阵，高水准的舞台效果加专业的歌声，互粉丝听甲茫茫茫。这场比赛观众投票占分正重，一直拢有侨民票、邻国票、政治同情票。比赛后就当看出这种现象。I'm so happy Bulgaria won. I just didn't want France and Israel to win. It was my only option. I live in Italy. Of course, I love Italy so much, but I'm Turkish. Bulgaria is our neighbors. I have Bulgarian friends. I'm so happy Bulgaria won tonight. 以色列侵略加沙，3核准参加比赛，今年包括西班牙、爱尔兰、冰岛、斯洛维尼亚加荷兰等5个国家，拢抵制或者是退出。实际参加比赛剩35个国家，被认为是这几年来上大规模的反对事件。在保加利亚第一遍摕到冠军了，明年的比赛将会第一遍去保加利亚办。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转来咱国内，今仔日国中会考第2天，考自然、英文甲英文听力。会考成绩是6月初5公布，7月初7进前公布分发的结果。考生加油！国校的教育团到年来为考生加油，超过18万考生参加各种教育会考，17进入第2天，不少考生在家长的陪伴之下，透早得到考场准备。物理对我本来就是我比较弱科，所以就是不会很有把握。从小就都有在学，所以相对来讲会比较容易一点。自然有生物啊、物理化学啊。都混在一起，所以准备起来可能就会比较多一点。
考生感觉自然科是理工学科的重要基础，英文是甲国际沟通的重要工具，农民偏会会点头应考。会考伫中途考试结束了，由教育部长陈荣耀伫台中会场开会，各做考题分析。自然科由基本观念地形出发，发展到高层次的活用题，结合学生生活经验，有鉴别度。因此考试题照单一适中原则，重视真实甲自然的语言使用。今年的题目当中，大概有70%多的题目是属于有图或者表或是图加表的题目，也有一些题目虽然它在题目上是没有图表，但是我们学生在解题的时候，他必须要有文转图的能力。21题，一位女主播她报道了城市的铁路地下化这个都市计划，然后呢采访了3位市民的看法。那学生在处理这个部分要辨识不同的声音以及他们语句当中表达的立场。115年的会考命题是严格遵循12年国教108课纲的一个精神。教育部强调，这摆试题结合学生素养的分析综合、多文转化等能力，因为伫17早起发生地动，有部分市场引导学生停笔延毕1到3分钟，然后拢经照规定延长作答时间，确保公平。会考成绩按上6月7号公布，6月18开始开放选志愿，7月7进行公布分发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公告医疗法修正案3版后备笔正式入法，卫福部规划是明年开始先对医疗中心先来实施。台大病院也表态，因应新制度会来推动一日手术，也就是病人迄天开刀，迄天的暗头啊就会当出院，毋望是会当减轻护理人员的负担。为改善护理职业环境，3版后备笔已经正式纳入医疗法。卫福部规划明年开始由医学中心先上路，国内医学中心龙头台大病院先表态，因应新制上路会推动一日手术，来减少病房占床率甲夜班护理人力的负担。心导管如果只有检查，里面没有装支架，只是做检查而已就 OK 啊。在美国都是1天就结束了，你为什么台湾人不行？这样可以让民众早点回家吧，恢复正常生活啊。台大病院表示，医疗科技进步，过去开胸龛啊、开腹等大型手术拢改做微创类似镜顶手术，所以计划将过去爱住院至少2.5天的住院手术改做一日手术，各种术前评估改伫门诊，初步锁定心脏内科、泌尿科等，包含心导管、膀胱镜顶手术，病人当日手术了后，尾仔嘛就用出院，等于厝休养。商业的保险的一个规定，必须要住院给付，实支实付。所以他会要求要去住院的一个情况，而形成所谓假性住院的情形。在过去的统计，半年可能就是会使用健保的资源超过40亿元以上。台北警总也表示，无论是一日手术，或者是一日住院，拢是全球医疗出色。反正部分手术已经改做门诊手术，监管会指出，已经甲卫福部就险业建议推出1年期在体医疗照护险，包含特定在体医疗处置降价、加成住院甲医疗资源浪费，按过给付范围、定价甲适用对象，议员爱国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早起，南投的埔里早起8点46是发生规模5.1的地震，深度15.5公里。这震度上大是伫咧南投国省有4级。这站地震是南投今年头一站有感地震，甲921地震尾的所在非常接近。伫监视器画面看到刺花的树花摇摇海海。伫南投埔里的这间店，因为突然间地牛冰心，店内电火又甲强要落来。全要开店的店员也惊到。这边地震发生伫个礼拜早起8点46分，南投埔里店突然间地牛冰心，规模5.1的地震，深度15.5公里，算极浅层地震。不过民众感受真明显，好加在摇的时间只拿2秒钟到4秒钟，上大震度伫个南投县各省4级，台中雾峰3级，花莲县西部甲苗栗后浪拢3级。这边地震是单一独立的地震。这个地震的主要的成因呢，当然跟菲律宾海板块向西北碰撞整个欧亚大陆板块有关，发生的位置也是在一个地震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那这个地区因为它长期受到应力累积，然后作用，那这个地方的岩层，它如果承受不了这个应力的话，它就会破裂，然后释放能量。地震七部中心讲，所落来1礼拜内，大概爱注意，可能会有规模4到4.5的浅层地震尾。
前气象局地动测报中心主任郭凯文讲，这边地动是南投今年第一件有感地动，甲9厘地动尾所在强要同款。不过，即马南投埔里附近是无明显的活动断层，所来的是不是有联动效应，要怪看。今天的那个地震它是在北纬24度，是在那个南投埔里啊，然后那个东京也是121度，所以就是跟那个921的那个余震密集带事实上位置是一样的。地动专家讲，这边地动放出来能量差不多是0.022粒原子弹。照整体统计来看，全台湾每年差不多有500到700件地动，算是正常范围内。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台南，昨有一个负责人赛车趁咧等红灯的时阵，竟然是落车赶粪扫，走去路中约粪扫车等粪扫。警方接到通报，要解开罚单。这个穿红衫的负责人对车路中走回去撞过红灯，敢若是要去头前倒粪扫，而且伊还可是对一台正伫咧挡红灯的车加速下落来。有人16下昼赛车经过台南河惠路4段，落到这个正罕过的违规的行为，大家拢认为伊影响交通。很赶啊，应该要停在路边啊。哎呀，他这样子会影响交通，而且车子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这样。他不懂得这个后面的后果到底会导致多大的危险啊！所以这个罚单我觉得刚好而已。若是走伫咧车路顶，搁撞红灯，伊等到车顶的时阵，拄好变青灯，伊毋是向前驶，是向倒边切，其他人车拢互伊撞到。警方讲，伊只就违反3条道交条例的开单。驾驶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5条快车道临时停车。第78条行人闯红灯、擅自穿越车道及第48条左转弯未驶入最内侧车道等规定，本分局将依职权举发。以前真侪所在拢不发生过无适当的等粪扫的行为，高雄就办法民众为了方便或者是赶时间，袂说敢若投篮球共款，甲粪扫等去哩粪扫车，环保局请民众爱家己注意粪扫车来的时间，等粪扫车到位才等粪扫，才袂因为等伤大力。危害家己或者是清洁队员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过年，有民众讲，因是伫咧家己当少食烘蚵仔，煞歹巴肚。民众就指控业者本地讲愿意负责，即阵煞是反悔唔赔。不过业者是出来发冤枉，讲这卫生局已经有去因遐检过，讲拢是无问题的，认为对方破坏着因店的名声。即阵双方调解失败，拢要拍官司。今年过年时阵，有民众来到东石烘蚵仔的餐厅食饭，发生吐骨、歹巴肚的状况。经过要3个月的时间，业者甲民众最后调解失败。受害民众伫网络发文，讲业者原本要负责任，即马说讲因是家己去感染病毒，甲因无关系。业者他们委托的保险公司认为他们初步调查的结果没有赔偿责任，所以协调结果是调解不成立。但是本件因为受害的民众蛮多的，所以也有可能成立那个食物中毒的可能。23号的时候，卫生署有去检验，他22号的那时候就已经全部清消完成了，也没办法拿什么东西回去检验啊。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集体群聚，所以才会感染。他们没有验到什么检体，所以不理赔我们。业者是出面发冤枉，讲卫生局伫代志发生了后，连续来检查几落摆，确实无验到相关的病毒。消费者伫网络的发文，对店的名声已经大来影响。家己关卫生局嘛表示，你当初无摕到检体，环境检查嘛无问题。关于本案当时调查已无实于检体，卫生局进行环境抽验、抽验刀具与砧板及除工体检，检验结果均为阴性。卫生局检验就完全没有问题，没关系。那这边大家协商没有，让我们就走法律程序去走诉讼。你一直要损坏我店家名誉，我不能接受。民众讲，受害的人是无共时间为无共所在去的，所以无群聚感染的可能。业者是认为，嘛有其他共一个时间来抢物件的人都无发生问题，所以甲店内食物无关系。双方无共识的结果，拢无排除要透过法律程序来保障因的权益。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22度到31度。
中部地区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23度到32度，东部地区22度到29度，外岛地区21度到29度。再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稍等的，请继续收看台湾艺术铺。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